交通方便，維港靚景，仲有 welcome drink 同埋豐富嘅早餐。呢個係咪你喜歡嘅選擇呢？西鐵尖東站 C 出口有升降機係直達地面嘅，出口嘅旁邊就係尖沙咀金浦洞酒店啦。酒店喺馬路嘅旁邊，出入要小心啲啊！升降機到達15樓嘅 lobby 嗰度 check in， 出升降機右邊呢就有個走廊，左邊呢就去到櫃台 check in。呢個名叫做支渣小館，係等啲客人呢可以小休閒談。大堂周圍嘅設計都有啲古典味道嘅。酒店提供咗呢係雙件嘅客房，大門到洗手間嘅走廊都相當寬闊。旁邊有開放式嘅掛衣地方，放行李嘅地方都相當足夠。小型嘅茶水間呢係有基本嘅設施，設計係相當雅致。洗手間嘅空間呢就十分之夠啦，對坐輪椅嘅人嚟講呢方便同埋好用。設施擺放呢就手，但係就欠缺咗一張浴室用嘅椅啦。如果坐廁係智能坐廁呢，就更加好啦。睡床嘅兩側嘅叉電設備呢係相當貼心。仲係提供埋唔同嘅插頭喎。房間最期待嘅呢就係個景觀啦，的確係唔錯啊。當然冇瑰麗酒店咁接近維港啦。瑰麗酒店欣賞維港嘅景色的確係一流，但價格就係呢一間嘅5倍啊。晚上嘅景色也相當迷人，旁邊呢就係海景豪宅。酒店嘅泳池一般啦，細細地浸下水都唔錯啦。check in 嘅時候呢，職員呢表示下晝呢5點有個 welcome drink。呢個走廊嘅樓頂呢係高，環境係舒服好坐。welcome drink 除咗係有得飲呢，仲係有幾款嘅小食㗎。仲有免費嘅按摩服務喎。
酒店早餐少見有咁豐富，食物嘅種類同埋質素都係可以啊。慢慢細心欣賞啦。